各地的莲友们，大家早上好，阿弥陀佛。今天我写这一章，要跟各位大家来解解法缘。改变自己最大的力量就是忏悔。你要改变你自己。我们人是一个罪恶的凡夫，活在世间呢，一定善恶夹杂呀。有时候行善，有时候造恶。我们都是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心态瞬息万变的情况下，所以佛就告诉我们，众生的心是善变的，心是无常的。有时候不顺你的心意，你会马上反弹，会报复。各位，你看我们的心，说实在话，没有办法保持纯善了。要保持纯善是很难很难。但是佛就告诉我们，我们是一个罪恶的凡夫，是一个苦海烦恼的众生。既然是如此，我们一定是有做善，有做恶。那么造恶了怎么办？你要改变你自己嘛。这个果报你是避不开的，你是逃不掉的。唯一的办法就要改变你自己。怎么改变？最大的力量就是忏悔。忏就知道那个是错的，那是不对的。哎呀，我讲的太极端了，太过分了，我的表情，我的动作太粗鲁了，太野蛮了，我的想法太偏差了。你知道那个是不对，马上把它纠正改变，这样就是忏悔，就是我不要再重新堕入那一种过去错误的行为当中，就是悔。忏悔你就能改变你自己，一个罪恶的对象突然间变成一个大善人。佛说一忏罪便消，一忏你就是大丈夫。懂得忏悔，这是最可贵的，最让大家佩服的地方。一个人只要弃恶向善，浪子回头，你就是一个好人。所以改变自己最大就是忏悔，成就自己首要的工作就是念佛啊！你要跳脱这个六道轮回，要离开这个三界，往生极乐，唯一的办法就赶紧念佛。为什么？佛就告诉你，我要有我成就之后的名号，让众生来称念。一称念，你的缘就跟佛的缘搭上线了。佛就是一定要救度念佛的众生。只要你肯念佛，你就是他要救度的对象。你要成就你自己吗？你不想看到这个人世间五浊恶世啊，这么苦啊，多灾多难啊，生老病死啊，这么折磨啊！各位，你看我们活在世间啊，坦白讲是苦不堪言。我们要想成就自己，最简单、最容易、最方便的方法，首先最重要的一个工作，就是你要好好的念佛，要信愿念佛，要精进念佛，要身心精进的、很诚心诚意的念佛。只要你能够把握住这个要领，那么你这辈子往生了之后，你一定到好地方。毕竟肉体是假象嘛，肉体是借我们用，有一天一定离开的。但是是不是代表死呢？没有，你的神识、你的心是永远不生不灭的，所以你的心就到好的地方去。你看这个多重要啊！我们把这两件事情连在一起，这是我们修行最重要的功课。今天把这一章跟各位大家结缘。阿弥陀佛。